本来刚开始建校的时候，因为请老师困难，所以后来我们在台北也盖了一个校舍。但是我还是觉得应该在淡水，所以后来还是淡水另外找一块地，就是现在的淡水校园。那么就是因为我喜欢这个，可以看海，看这个整个河川跟海的连在一起。